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提提你，嚟到香港最怕就係收到牛肉乾，即係告票啊！今日就教大家認清邊啲地方絕對唔能夠停車。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 Chan 陳心妍。首先最嚴格嘅就係雙黃線啦，請記住，無論任何時間，只要睇到路邊有兩條平行嘅黃線，就係代表咗該路段係全日24小時嚴禁停車或者停留，包括上落客貨，就算司機坐喺車入面都係唔可以㗎。咁單黃線呢？咁呢個呢就係代表住標誌牌所列嘅禁停時段裏面係禁止泊車嘅。禁停時間以外呢，通常就允許車輛可以作短暫嘅停留，以便上落乘客或者裝卸貨物。前提嘅就係司機必須留喺車裏面，並且車輛係冇對交通造成障礙嘅，所以停靠前必須先抬頭睇睇旁邊嘅標誌，確認咗當時係唔係喺禁停時間之外。另外，所有巴士站、小巴站、的士站以及行人路過處前後有個之字嘅線嘅範圍都係嚴禁停車等候㗎，特別係之字線嗱。連短暫上落客貨都係唔允許㗎，以保障行人安全。總結一句，泊車前先睇線，再睇牌，最好泊入停車場。一齊嚟注意道路安全，關注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了解更加多嘅道路準則啊！